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8，彼得前书5章8节安尼讲：着谨慎，着警醒，因为恁的对敌魔鬼，亲像得吼的狮，四界行，得找通吞食的人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着谨慎甲警醒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专心感谢甲懊恼的无所不能的上帝。你是全能、圣洁、公义，佮满有怜悯的天父。主啊，感谢你日日用恩典扶持阮的性命。因为你的信息永无改变，主啊，愿称颂你、敬拜你，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甲溃烂，是阮逐时的倚靠甲帮站。主啊，求你使阮有属灵的敏感度，互阮通分辨修德的规矩。当阮遭受试探的时，求你互阮无靠家己的溃烂，乃是倚靠你的带领。主啊，求你教示阮常常祈祷，着谨慎，着警醒，因为阮的对敌魔鬼，亲像得吼的狮，四界行，得找通吞食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